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今日咧教大家睇下咧自己個名喎，睇下咧自己個名咧係咪帶有驛馬星啊？即係咧你係特別中意走動啦，同埋咧適合走動㗎噃。嗱，首先咧呢一個嘅普通出街啦、去旅行啦、移居啦、移民咧，都係屬於走動嘅。大家要點樣做呢？大家首先咧就要計一計啦，你自己個名嘅總筆畫係幾多呢？但預言咧建議大家一定要查咧網上邊或者實體嘅康熙字典啦嚇，因為例如三點水，佢其實咧喺以姓名學嚟到計算咧就唔係三畫嘅，係應該以呢一個嘅水字，即係四畫嚟到計算嘅噃。好啦，計算出咧總筆畫之後咧，如果你嘅總數係六字尾，例如係16、26、36、46、56咧，都係帶驛馬星嘅啦。嗱，帶驛馬星嘅名咧嘅人咧，其實咧佢越走動就越旺嘅，佢自己都坐唔住嘅喎。佢哋咧適合咧從事一啲要走動嘅職業㗎，而且咧同外地咧都特別有緣嘅噃。預言咧提醒呢啲人，如果咧遇到有人俾機會你哋咧，嗱你哋自己分析過，唔係騙局嚟嘅，就唔好怕辛苦，努力去做啦，係會有回報㗎。不過咧講到底咧，姓名都只係輔助嘅啫。所謂咧一命二運三風水啊，要真係了解自己嘅命運走勢啦，以及宜記咧，其實仍然以每個人嘅出生年月日時計算為最準確㗎。想知道更加多有趣命理知識，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。拜拜。